如何制作自己喜欢的 3D NFT？ 首先需要准备一台电脑，并且下载支持扩展应用程序的浏览器。在这里，我们下载谷歌浏览器，然后选择扩展程序，找到管理程序，找到谷歌网页商店。在这里搜索 MetaMask， 并选择添加到谷歌，或者下载 Bitkeep 钱包，选择添加到谷歌，并且创建好钱包。当我们创建完钱包之后，选择 Chainlist， 选择连接钱包，选择币安链，添加到 MetaMask 钱包，并且准备足够的 BNB 以及足够的 USDT， 然后将我们获取的链接打开。如果我们是第一次体验 Sol Meta， 选择 Receive。 领取成功之后，选择钱包地址，进入到个人中心，然后在个人中心检查制作 3D NFT 所需要的 Sol 的数量。当获取到 Sol 的数量之后，返回到首页。在首页的最上方有不同语言，然后向下找到开盲盒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去开盲盒获取到 Sol。每开一次盲盒需要支付$4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选择开男士的盲盒或者女士的盲盒。当我们开启了足够的盲盒，获取到足够的 Sol 代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铸造自己喜欢的 3D NFT 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可以铸造自己喜欢的 3D NFT 了。当我们创建好了自己喜欢的 3D NFT 的角色，然后我们现在选择 Save NFT， 然后支付相应的 Sol 代币去 Mint。当我们铸造好自己的 3D NFT 之后，选择 My NFT， 在这里查看自己铸造的 3D NFT。